鑼鼓喧天，祥獅歡騰。在蒙特利爾唐人街的夜色中，陳詠川堂的年度聖誕晚宴以一場氣勢十足的相思獻瑞拉開序幕。醒獅昂首擺尾，彩青環節生菜高原，象徵生財利是，詩若澤下，寓意將吉祥與繁榮帶給在場的每一位。這不僅是傳統儀式，更是跨越山海的文化根脈。海外宗親的港灣，也是跨越百年的情誼傳承。陳詠川堂總堂，1918年創立於風雨飄搖的年代，107年內，他始終堅守紀念祖先、敦睦宗親的初心，以互助精神謀福祉，為長者與青年搭建橋樑，更將力量延伸至慈善、教育與社會公益。而在蒙特利爾，自上世紀40年代起，80餘度春秋的本地耕耘，將互助與傳承的精神深深寫入僑社的篇章。從嶺南到蒙特利爾，這份使命隨着僑胞的腳步遠到重洋，在楓葉之國扎根生長。今夜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場晚宴，更是一段流動的歷史。傍晚6點30分，嘉賓陸續抵達。中國駐蒙特利爾總領館領事、本地政要與社區僑領，有人分子搭與宗親們握手寒暄，談笑風生。現場洋溢着粵語與法語交織的溫暖，新老面孔再次相聚，舊兒新緣再次交匯。晚宴在莊重而熱烈的氣氛中正式開始。陳詠川堂主席陳薛坤 Jimmy Chan 登台致辭，回顧堂所1年來的社區貢獻，展望新歲同心同行的願景。隨後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特利爾總領館曾愛平領事、西島 Kia Fons 市市長 Jim Bice， 他也是華人社區多年來的好朋友。加拿大全家華聯會魁北克區共同主席邵靈洲依次發言，肯定陳詠川堂在促進文化共融、服務僑胞方面的持久努力。話語間是認可，是鼓勵，更是對共同未來的期許。致辭完畢，金杯共舉，祝福聲聲。餐席間，經典粵式佳肴與西方節日風味交融，恰如這座城市的多元底色。隨後的舞台成為了青春與才華綻放的天地。陳詠川堂青年會的代表以充滿活力的舞步，展現出僑社新生代的蓬勃朝氣。而2024年度與2025年度2位滿地可華讓小姐冠軍的聯袂獻唱，歌聲婉轉動人，更是將節日的喜慶推向了一個小高潮。當然，最讓全場期待的莫過於抽獎環節，隨着幸運號碼的逐一揭曉，歡呼與掌聲此起彼伏，一份份禮物將新一年的福氣與運氣帶給每一位幸運兒，也讓晚宴在迭起的高潮中洋溢着最真摯的社區溫情與歡樂。在蒙特利爾的冬夜裏，陳詠川堂以溫暖延續傳統，以行動書寫未來。歷史在對話中新生，社區在相聚中堅固。我們記錄，我們見證。